今日喺尖沙咀食咗一餐非常之特別中餐西做嘅晚餐，有花膠、有魚翅、黑松露、蟹粉，仲有和牛。為咗滿足我哋貪心嘅要求，我哋嗌咗2個晚餐，點晒唔同嘅菜式，一共有11道菜。頭盤先食個鮑汁花膠同埋澳洲青口開開胃先，然後飲個熱辣辣嘅湯去暖下胃，有中湯同西湯，不過我自己咧就中意飲呢個響螺湯啦。呢個蟹粉沙爆魚肚炒滑蛋咧真係好滑，有蟹粉嘅香味、魚肚嘅口感同埋雞蛋嘅滑捋捋，真係一啖咬落去咧好似食啫喱咁，非常之好味。上主菜之前，侍應咧上咗3種唔同嘅辣椒醬啦，俾我哋配搭過主菜嘅。主菜有7款選擇，我就選擇咗銀鱈魚，底下居然係有酸菜嘅，再點埋啲辣椒醬咧，完全冇違和感。呢個澳洲 M5 和牛西冷咧好嫩滑，一咬落去咧好腍嘅，就算唔點醬咧都非常之好味。充滿儀式感嘅2道主食登場啦，記得要拎起手機拍攝佢刨每一片嘅黑松露。呢個雲南野生菌燴飯咧有啲似食緊意大利 risotto 嘅口感，都幾 creamy 嘅。想食翻一啲咧偏中式嘅飯咧，就可以點下呢一個魚翅蟲草花炆飯啦，淋上龍蝦忌廉汁。一個西式嘅擺盤，但係中式嘅味道，唯一嘅缺點就係份量太細啦。萬萬意想不到嘅驚喜係甜品，一筆上嚟即刻想唱首歌，全都是泡沫。完全冇諗到椰汁係用泡沫去做嘅，食到紅豆沙嘅少少甜味之外咧，亦都有啲空氣感。我自己最中意咧就係呢個柚子玫瑰花椒芝士餅，柚子配搭埋玫瑰，清新得嚟帶點香味，非常之特別。雖然呢一款甜品係額外加錢，但係非常之值得。你哋估下今餐可以睇到維多利亞港嘅 Fine Dine究竟要幾多錢呢？